馬灣1868，咁呢度係香港最新嘅海景度假區啦，位於馬灣公園二期，佔地50萬平方尺，沿海而建嘅。咁呢度遠望呢，有汲水門啦，同埋汲水門大橋，景色超靚。呢度仲有好多色彩嘅小屋喎，係由舊村屋改建而成㗎。咁啊，每一棟都好色彩繽紛啦，好適合打卡㗎。呢度就彷彿好似意大利嘅小漁村咁啊，好有藝術嘅色彩啊，同埋每一幅畫都會有創意啦。咁啊，走幾步呢，你就可以發現呢度除咗打卡之外呢，咁仲有好多文化創作嘅工作室啊，陶瓷啊、布藝啊、金屬首飾，仲有海景餐廳，一路享受美食，一路欣賞海景，咁啊真係人生嘅一大享受。特別係啊，呢度啊仲有一個 camping 啦，咁小休。咁啊，設施用品啊都一應俱全㗎啦。咁但係個人物品呢，就可以嚟一趟豪華嘅旅行啊。咁講到馬灣，咁一定要講埋青馬大橋啦。咁係全球最長嘅行車雙路軌吊橋啊。咁啊，橫跨馬灣同埋青衣之間嘅，咁亦都係香港嘅地標性建築啦。佢嘅設計真係好巧妙㗎。上層公路，下層係鐵路嚟嘅。咁啊，即使遇到颱風嘅天氣呢，都可以交通暢順啊。咁啊，可以去到旅行啦。呢度呢，亦都係超熱門嘅攝影地方啦。咁可以去青嶼幹線嗰邊呢，有個觀景台，咁啊望返落嚟呢邊嘅。點樣去呢？咁啊去馬灣呢，1868，咁啊可以中環2號碼頭啊，咁啊搭船過嚟呢個珀麗灣啦。咁其實青衣嗰邊呢都會有巴士過嚟嘅。再見啦咁多位，下次會再拍一啲靚啲嘅短片俾大家望下啦。